体育消息来看，世总运起鼓比赛是闹热滚滚，有袂少侪回选手来参加比赛。电竞场林坡秀芬阿嬷，伊摕到女子100公尺85岁这组的金牌，也有歌手周杰伦因牵手昆凌因阿公，伊摕到男子标称90岁这组的金牌，而且嘛摕到男子100公尺90岁这组的银牌。台北市长蒋万安颁奖后，88岁喷射机阿嬷林潘秀芬，伊伫女子100公尺85岁组摕金牌。蒋万安甲伊开讲，原来阿嬷是南洋女中毕业的，是蒋万安夫人的资深学者。3级跳我脚就跳坏了，现在我左腿脚歪歪嘛，你们都看得到。我就休息3年都没有比赛，这一次腿一次出来比赛。世总分电竞场也有另外一个焦点是歌手周杰伦太太昆凌的阿公。伊少年时阵就是运动健将，这摆90岁参加比赛，摕男子标称90岁组金牌，男子100公尺90岁组银牌。It's a great feeling to complete an event successfully, and to make new friend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s community。虽然比赛充满趣味，不过世总分有真侪争议。机关指出，市府开幕典礼用的是中国制的茶啊，选手大礼包内打扫者拄着水就烧起来烧害物件。选手礼包里面的干燥剂遇到水的问题，这部分我们会请厂商提出说明，而且我们会依照契约来做办理。常用的干燥剂，如果选手们不需要，我们大会会直接协助回收。另外，世总分转播当中，各将棒球的彭正敏的英文名加做林孝廷。世总分执委会表示，负责转播的媒体已经检讨内部流程，而且马上回息的记者综合报道。